讲到大罢免，新竹市有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，反罢免团体是找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徛台。另外，发起罢免的团体去市场宣传，双方都拍拼咧催票。伫台顶甲囡仔做伙跳舞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拜六特别来到新竹，为停职的市长高虹安徛台，也伫宣传车顶沿路甲民众拍招呼。面对罢免案，蒋万安呼吁选民7月26投无同意票，用选票来反对恶霸行为。面对民进党毫无正当性的大罢免，我想呼吁所有市民朋友，每一个民众都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告诉赖清德我们不同意。借由台北市跟新竹市2位安市长的连线，让大家呢也可以更加的知道说，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举可能即将要进行，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尽量的出门投票，投不同意罢免。拜托大家7月26号记得来投票，投下罢免同意票。另外一边，新竹罢免团体透早是来到传统市场，一个向摊商握手宣传罢免。针对蒋万安来徛台，批评讲这款感觉实在真奇怪。新竹市的市政评比呢，不管在任何的媒体，几乎连续3年都是全国的倒数。那再加上他一审被判贪污有罪，其实让市民感到蒙羞。那在这种时候，他既不是民众党，也不是国民党，所以刚刚您提到说蒋万安市长要来为高虹安停权市长站台，这个会让人感到更加的奇怪。离罢免投票剩3礼拜的时间，两边拢在想办法冲关选票，离投票日愈来愈接近，双方拼场也会愈来愈激烈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